Joey，你見唔見過嗰種人？一開口就令人立即收聲。見過，就係嗰啲永遠惜字如金，但係句句都中 point 嗰種。冇錯，呢種人就係真正嘅高手，而佢哋嘅秘密就係今日要拆解嘅第4條法則。Always say less than necessary 係今日嘅主題，永遠都唔好講多過你所需。香港有句話：水不清，人自靜，沉默先係最大嘅武器。所以咪 quality over quantity， 寧願一句精句，唔好嘥氣講10句廢話。但係問題嚟啦，點解咁多人控制唔到嗰張嘴？因為 silence is awkward 嘛，啲人驚場面凍，驚尷尬，咪試圖填滿佢。係啊，驚得滯，就變成咁多勁人都係努力緊，咁我仲努力做乜嘢？哈哈，你又嚟。不過認真喎，你觀察下，成功嘅人通常都係最後嗰個先出聲喎。你估下佢後嚟點？有一次，佢同同事講老闆嘅 decision 點解，點知第2日老闆就叫咗佢入房，然後佢就知衰咗，但係為時已晚。呢個就係 reveal too much 嘅代價。所以第4條法則教我哋喺辦公室永遠都唔好講第3個人的是非，因為你永遠唔知邊個會將你嘅說話傳出去，而且你一開口就等於你俾人一個把柄，你唔開口冇人可以攞你啲嘢。所以沉默就係你喺辦公室嘅最佳防守。同事係同事，唔係朋友。你今日以為係 friend，可能聽日就係你最大嘅 competitor。記住，唔通我前世欠咗你，今生仲要連識還？你把口就係你欠得最多嘅嘢。好，今日嘅內容就係咁多。總結一下第4條法則，時刻記住，永遠保持沉默。好，我哋正式進入第4條法則，少講為妙。記住 ，silence is power， 永遠都唔好講多過你所需。下次你開口之前，先問自己呢句說話係咪真係必要？如果唔係，你可以忍就忍，你會發覺世界唔同咗。而且記住，永遠等對手先出牌，你就係最後嘅贏家。下一集我哋會拆解第5條法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幾好，麻煩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集見。權力400法則第4條，永遠都唔好講多過你所需。法則核心好簡單，當你講得越少，你嘅每一句說話就越有重量。所以佢嘅底層邏輯就係 scarcity principle， 越少見嘅嘢就越矜貴。你試下想象，如果老闆每次開會都只係講3句，係咪即刻覺得佢好有料到？100%係咁，即係佢話少，但係你就會認真去諗佢究竟想表達咩。但係如果佢一大堆，你反而會覺得佢喺度填版面。Exactly， 講得多就等於 reveal too much， 你一解釋得多就開始送頭。所以真正嘅高手永遠都係聽多過講，等對手講多咗，你就可以分析佢哋。即係話你咪幫人哋沖餐咁多位，等佢自己爆自己嘅料。古語有云：水深流水緩。真正有料嘅人都知，沉默係銀，講嘢係金。不過喺香港文化，話太多，有時仲衰過你唔出聲。好，化學時間到。你知唔知道點解沉默可以令人覺得你更有能力？ Competence illusion， 即係你估我淺。冇錯，當你嘗試去解釋複雜嘅概念，聽眾反而會覺得你把幾下。因為你每多解釋一句，就暴露多一個 flaw， 佢哋就會諗你都唔係咁勁噃。但係如果你只係拋一句出嚟，呢個係個策略問題，佢哋就會自己腦補，然後佢哋就會 assume 你係高手，因為你唔使解釋佢都明。係啊，你試過冇？喺 meeting 度有個人好少出聲，但係一出聲就，我建議我哋砍掉呢個項目。有嗰下全場靜晒，然後老闆即刻話好，點解？然後佢就喺度呢個呢，其實呢，就出事啦。所以係咪印證咗你一旦開口解釋，就等於 review 你其實冇咁有把握？有仇不報非君子，但係你解釋多咗就變成有仇亂咁嘈。我哋講個香港打工仔嘅古仔，阿偉係一間中型公司嘅經理，
佢有個習慣就係永遠喺 meeting 度解釋自己。永遠喺度 extra justification。冇錯，老闆問點解今個月數字跌，阿偉就會話係咁嘅，因為嗰個禮拜有個 public holiday，而且我哋嗰個新產品剛剛上線，所以就係彈不斷頭。你見到佢個眼神冧就開始緊張。另一個同事阿 Paul 就完全相反，老闆問完，阿 Paul 就停2秒，然後話係外部因素，就收手。然後老闆就好緊張咁追問佢，先慢慢揭開原因。冇錯，你估下，老闆最後信邊個多啲？梗係阿 Paul 啦，因為佢嘅係外部因素夠簡潔有力，阿偉係咁多，反而顯得佢自己都唔確定喎。所以阿偉唔係唔努力，係佢太努力解釋，結果暴露咗自己對件事都係得把口。返工唔係為咗錢，係為咗俾人鬧。阿偉就係太好解釋，所以成日被質。佢每次解釋完，老闆都話好，我明白咗。但係下次再有問題，又係第一個叫阿偉解釋。因為佢係一個永遠需要 extra justification 嘅人，老闆已經當咗佢係需要解釋先做到嗰個。呢個就係惡性循環。你越解釋，人哋越覺得你需要解釋，然後你就更加需要解釋，循環一周又一周。心理學上有個好緊要嘅概念，叫 curse of knowledge， 知識詛咒。即係你知道得太多，反而唔識同人解釋。又係都係，你知道得太多就會 default， 以為別人都知，你唔記得佢哋係從零開始，所以你就會不自覺一大堆術語 expect 佢哋明，然後你就會花大量時間去解釋基礎嘢，結果越解釋越亂。其實係咪就係咁？你越解釋得多，越暴露你唔識簡化。完全正確。真正掌握一件事，你應該可以用一句話就解釋清楚。所以當你發現自己好難簡化，即係你其實未完全掌握。有道理。所以沉默有時係因為你喺度諗，究竟點樣先可以簡化到一句。但係香港打工仔就係冇呢個 luxury 咯，個個都要即時回應，即刻俾 feedback。係啊，所以香港打工仔就係太識嘢，反而變成乜都解釋。但係其實老闆淨係想知得唔得。老闆永遠啱唔啱都係你唔啱，佢問你點解你最好3秒內答到。好，講個歷史故仔。拿破崙係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成功嘅軍事家，佢有個好出名嘅習慣，就係佢永遠都係最後一個發言。冇錯，佢每次開軍事會議都會等所有將領表達完意見，先至慢慢出聲。然後佢就利用其他人嘅分析，結合自己嘅判斷，一次過宣讀作戰計劃。完全正確，而且佢發言永遠精簡，唔會重複任何人嘅觀點，淨係補充新嘅資訊。所以佢嘅下屬永遠都好緊張咁等佢發言，因為知道佢一開口就係重點。佢身邊有個外交官叫塔列朗，係歷史上另一個沉默高手。佢可以坐喺度聽一整日，一句都唔講。然後到最後，佢就提一句：我認為我哋應該同英國傾，就搞掂咁滯。你估下，拿破崙點解仲用塔列朗？就係因為佢知道幾時應該沉默。所以係咪印證咗真正嘅 power 唔喺於你幾努力發言，而喺於你幾能夠控制幾時發言？古今中外，英雄所見略同，沉默就係最大嘅說服力。不過現代人就好難學到呢樣嘢，因為個個都有手機，唔可以忍得滯。心理學上，稀缺效應係第4條法則嘅核心。當一樣嘢越少見，你就越覺得佢矜貴。所以當你開口次數減少，你嘅每一句說話就會被視為更有價值。冇錯，而且當你突然開口，人哋會立即打醒精神，因為佢哋知道你有重要嘢要講。就好似有個人成日喺 group chat 潛水，突然一日佢出聲，大家就會即刻停下嚟睇。完全正確。但如果佢日日都喺度去，大家就會當佢係空氣。所以係咪印證咗你越少發言，你嘅發言就越受重視？而且仲有一個效應就係，當你解釋得多，聽眾就會覺得你喺度 sell， 你喺度 sell 就等於你已經輸咗。所以沉默就係最強嘅 negotiation tool。你一旦開口，就係喺度讓利。你估下點解啲談判高手成日都係坐着唔出聲，
等到對方沉不住氣先至反擊。因為對方一旦沉不住氣，就會開始 reveal 更多資訊，你就喺位了。人生如夢，夢醒都係窮，但係沉默就係你嘅最大資產。你有理。不過認真喎，呢個係職場同談判入面好好用嘅技巧。好，我哋總結一下第4條法則嘅核心要點。第一 competence illusion， 沉默可以令人覺得你更有能力，因為你唔需要解釋。第二，避免 reveal too much， 你一解釋得多就會暴露弱點。第三 scarcity principle， 你越少說話，你嘅說話就越矜貴。第四，等對手先 reveal， 你永遠最後發言就可以利用佢哋嘅資訊。第五，記住 curse of knowledge， 你以為人哋明，但其實佢哋係從零開始。所以第4條法則嘅終極目標就係令到你嘅沉默變成你最大嘅武器。但係都要小心 ，silence is a weapon only. If you know when to use it， 唔係就會變成尷尬。完全正確，沉默唔係為咗沉默，而係為咗令到你嘅下一句更有重量。所以你下次 meeting 試下忍到最後先出聲，你會發現大家睇你嘅眼神都唔同咗。再講個香港辦公室嘅故仔，阿 Chris 係公司嘅中層，佢有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控制唔到把口。就係嗰啲 lunch 之後一定要同人哋分享佢見到咩嘢。冇錯，佢成日同同事講，你知唔知老闆今日鬧咗邊個？然後就一大堆，然後呢啲資訊就會流入通風管道，最後傳到去老闆耳仔。你點解知嘅？因為 Chris 唔記得咗，辦公室係冇秘密嘅地方，而且係你以為你信得過嘅同事，佢可能係老闆嘅眼線。係啊，後生唔捱世界，老咗世界捱你。阿 Chris 就係咁俾把口害咗。